心灵巴士，经由著，小福绘，1000个心愿。村庄巴士上的日消失了。事情发生在一个连月亮都沉睡的漆黑夜晚。司机熊叔叔疑惑地歪着头。熊叔叔虽然有自己的名字，但因为身材高大且圆滚滚的，所以大家都叫他熊。熊叔叔开始到处寻找丽儿，在车轮周围看了看，椅子之间也看了看，窗户下面也看了又看，哪里都没有丽儿的影子，就像掉了颗牙，感觉空落落的呢。熊叔叔想找个东西来代替丽儿，翻了翻包里，翻了翻工具箱，又翻了翻回收堆。先把这个贴上吧。这是从回收堆里找到的一个小木头窗框。熊叔叔在字下面贴上了方形的窗框。就这样，村庄巴士变成了心灵巴士。在第一个车站，一位拎着包袱的老奶奶垂着腰上了车。下一站，一位戴眼镜的叔叔打着哈欠上了车。接着在下一站，一位戴帽子的老爷爷叹着气上了车。熊叔叔热情地打了招呼，但是没有人回应。哦，熊叔叔并没有马上出发。一位穿着牛仔裤的阿姨拉着锅盖头的小孩跑了过来。不用着急，熊叔叔担心地说道。牛仔裤阿姨忙着找位坐下，也没有说话。每天都是相同的人在相同的时间乘坐这辆巴士，有去卖东西的爷爷奶奶，还有去上班的叔叔阿姨坐上这辆车。虽然每天都见面，但大家都不说话，只是默默地看着窗外。突然，一群动物从巴士前经过。熊叔叔握紧方向盘，踩下刹车。哎呦，差点出大事。熊叔叔拍了拍胸口，松了一口气。他悄悄一看，字上贴着的方形窗框开始摇晃。熊叔叔小心翼翼地开车，生怕方形窗框会掉下来。原本发呆的乘客们开始骚动起来。哎呦，熊司机，怎么开得这么慢呢？哎呀，快点开吧！哎呦，真让人着急。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？熊叔叔解释了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。大家听了又开始议论纷纷。哎呀，原来我们村坐的不是村庄巴士，是心灵巴士呀。可到底是谁拿走了丽儿呢？这可真是稀奇呀。熊司机，慢慢开吧。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聊了起来。这孩子让我想起住得老远的孙子了。拎包袱的奶奶给了孩子一颗糖。穿牛仔裤的阿姨和孩子都笑了。老人家，您这帽子真适合您。
戴眼镜的叔叔竖起了大拇指。看你眼睛都肿了，昨天一定工作到很晚吧？戴帽子的爷爷心疼地说。这时，花瓣从打开的窗户飘了进来，花瓣轻轻落在拎包袱老奶奶的包袱上，穿牛仔裤阿姨的裤子上，戴眼镜的叔叔的眼镜腿上，还有戴帽子老爷爷的帽子上。心里也开花啦！锅盖头小孩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地念着，这是写在椅子靠背广告板上的字，花瓣不停地飘进来，落在手背上、鼻子上、鞋子上。村庄巴士在大街的车站停下，乘客们纷纷站起来。明天再见。再见啦！路上小心，大家加油！熊叔叔眼睛笑成月牙，也跟大家打招呼，祝大家度过像花儿一样灿烂的一天。村庄巴士整天都在花路上行驶，就是那辆没有驴儿、用方形窗框代替的心灵巴士。不知不觉中，夜幕降临了，人们都回家了，星光洒在心灵巴士上。过了多久呢？从山的那边，有一大一小两个影子摇摇晃晃地走过来。爸爸，我们去拿什么？既然学完了礼日，现在需要明恩了。说话的影子原来是熊爸爸和熊宝宝。熊爸爸手里拿着村庄巴士的礼日，这是一个连月亮都在沉睡的漆黑夜晚，谁也不知道这件事。